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今日来研究客家实验白话语文第10集，每写有10篇文章。一个客今日主题是客实验同翻译互相翻译，一共360句嘅第一部分。课文141对照录音，第91篇，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共同研究客家嘅同翻译之間嘅翻譯，按樣我來翻，安尼哈。好，講到一個事情呢，我哋翻譯同一個客家語言語不同嘅地方啊，先我哋了解一下。有很多乜嘅不同嘅素材呢，一共有9點哈。第一呢就是聲調，一個國語只有4聲嘅，客實驗嘅有6聲。第二，客實驗冇建設音，就是支持思路212一個哈。第三，一個音調嘅字啦，第四聲啊，第四聲一個翻譯是有高多重按那個音調，客實驗嘅呢，還有一個高中到大，所以一個是有高到中，一個客實驗有中到大，可以佢哋講啊，差兩個起兩條啊哈。第三，音調這個第三聲嘅翻譯是叫嘅，國語嘅客實驗也係叫嘅，但是一個第三聲翻譯是由大向中，在計劃上都高嘅素材。客實驗嘅呢是由高音到大，以後呢都飛得上，短呢都中按啊，也就是一個音調第三聲冇相同嘅素材啊。啊，其中關於這個羅伊哩哈。俺哋相同羅伊哩呢，俺哋讀羅伊哩啊，一個哩同哩安尼冇相同。第二呢，一個頭都所講嘅啊，冇結實音，也個注意到啊哈。其實入聲詞啊，也就是以前 PDK 也還是 BDG 啦，嗰個一個音，翻譯冇入聲詞，客家實驗嗰度入聲詞一點差價。所以通過語嘅人常常都係將一個後尾嘅入聲詞啊，入聲嘅語嘛，就能做變成主，一記做擔桿變成個一記做擔桿一個音安尼哈。聽連音嘅聲母翻譯呢，一個微就是烏同伊啊，發音不同哦，咁那個是微烏。一個國語嘅呢，嘅客話嘅語，乜嘅意思計劃整嘅，發音不同，一級語，前一則是嘅音母嘅尾音冇乜嘅喏，冇一個連音詞啊，一個就像啊嚟講係啦，哇啦呀嘛能啊加巴嘅音，嚇，一個就是八嘅音。第六，發音音母改數有3音節咧，嚇，大部分都1到2音節，嚇。一個我哋嘅聲音呢，係由一個語音嚟講，有聲母、韻母、聲調嘅結合，嚇。一個韻母部分呢，一個非常嘅重要，尤其做詞記嘅時間呢，要曉得韻母嘅。其中1、2、44記連啊，一個好話講啊，那個四季連嚇，四記連啊，嚇，就係1、2、4，要達到押韻啊。第七，呢個單詞同創生詞都不同哦，一個客家同是一個那個翻譯好路等等都係冇相同，嚇。族群不同，地方也族群不同，一個創生詞同單詞就冇相同。第八，一個客實驗嘅A 同 O 呢，RO
嘅迄个虚实上音音调意不同，音调不同，意思就无相同哦。也虚实嘅啊同哦啊，一个好安尼一个音无相，那个意思无相同啊。通常提示上嘅呢，大部分都反对嘅意思啊，反对。嗰個看天樣好冇？好啊，這個同意，好啊，就不同意哦。好按那個區別啦嚇。這叫呢族群與地方不同啊，語言同文語各有不同嘅用法喎。所以向各位鄉親大家要注意一點安尼嚇。所以冇相同，族群不同。一個詞典哪係相同哦，哪係冇相同嘅，而乜嘅位置？華語是以康熙詞典，那客語呢一個康熙詞典不一定就可以用嘅錯誤。那係客家西洋語同華語嘅華語同文語互相翻譯嘅當時啊，容易發生冤枉，也係消化食面子撈虧嘅事情。尤其唔曉華語同一個好路嘅客家嘅鄉親啊，要加強留意小心。經常鄉親大家多多留意本文所提出嘅日常生活嘅華語同文語安尼嚇。好，到頭下就開頭同大家嚟報告一個情況，華語同一個客家西洋華語嘅不同嘅所在，歌也相同，一個語音調各方面頭都講啊，有9點不同嘅所在嚇。好啦，我哋嚟看客華語互相翻譯嘅整理出嚟俾大家參考嘅。第一個講啱頭，一個係客家話，國語咯口頭啱。啱NG 這條件呢是就音，係會啱頭用嚟寫嚇。一個請大家上面入來看看啦，是呢一個所寫嘅文字對照一下。第二，國語講漂亮，客家話就講安靜，南部呢就講安鬧。第三，抓緊，客家話就講nêu hèn nó，抓緊就nêu，一個會傳來人家，傳人啊，這個是講車人，會車人。第五，司機就是等待司機嘅意思啊，這個鋪論，也是鋪難不等哈，鋪寫為鋪啊，木字旁作為嘅鋪師。再做第七節難道。係國語講難道，客家話就講啊，陌生安尼係咪啊？難道不是這樣子嗎？客家話講啊，陌生係安尼啦。然後第八，拜拜呢，國語講拜拜，但是客家話講創業。第九，個懸崖，國語講懸崖，客家話我諗乜嘅咯？並講呢？GONG 嘅天衣裳，一個冇都講話冚頭，嗰世嘅做嗰冚頭，個體嘅那個並講。第十，一個國語講妻子，就是家位，母娘，客家話有兩一個冇相同嘅所在。第11呢，殺人就客家話就講刺人，殺人就刺人，但是在法律上用文圖嘅所在呢，就個讀殺人咯嚇。第12，昨天就講安保嘅，安保嘅錯安保啊，昨天錯安保錯本人啊，一個通常嘅講法。第13，熬夜就惡呀，但是北部鄉親是惡呀啊，北部嘅鄉親天上同體力上呢都好相反，兩個都相反嚇。
第14一个白天就讲24条啊，24条啊，一个本是讲24条啊，有本啊24条都逆起啊哈，但是他讲24条啊，你个个念言24条。15可怜一个客家话呢，就讲才哥，改才哥。但是有人写才哥的才是用破财的财，一个就财前财跳，一个才哥，真有财前，真有财跳，应该这个用的才能的才。第16明天，天光日，天光日客家话讲天光日，明天。第17喝酒。关于喝酒，客家话就讲啉酒，第18老鷹，客家話講妖婆。第19諷刺，客家話就講口舌。一個舌，口舌嘅舌啊，就少三個嘅少，腔師無腔音，語無相同啊。賽跑，這個做上腳嘅，看大下一個兩個湖呢，就是兩個是萬家鄉董事長文化先生，伊講啊，岩頭嘅和餐啊，人係好嘅，所以大家客氣對你有禮貌，岩頭點頭啊哈，那個新人廠紅茶嘅頭前。一個老頭家吧，一個溫正坤先生，伊講個全咁嚟咯，事業單位成功哦，也就係人嘅前輩，佢有成功嘅素材。而詳細看呢，可以看大下嘅名字，係採訪嘅新聞，可以點出來看，好，聽一個呢，我哋來看客家詩音語同華語嘅互相嘅翻譯嘅。真理哈，第一都很快，就講改革，一個革是呢，有人有另外寫個起逐漸的逐哈，改革。第二誇獎，伊講陳述，郭書同就先比較多嚟講陳述啊，因為是嗰種記憶的意思陳述誇獎就是陳述但是客家話也有人講，就是透過誇獎，也就講誇獎也可以就是透。第三，漩渦就是菠蘿酒，冇圖講酒菠蘿漩渦菠蘿酒有人講酒菠蘿嗰個有理，一個處理講就自首，有一個自首，兩隻手，兩隻牙，兩隻阿公，一個稱呼嘅所在，請大家注意下第5幫忙，又可以講幫忙，但是大部分是講天數那個天數。個客家詩一個詩典都裡冇一個佢講用嘅解釋第6忘記就田邊劈有3義嘛田邊劈像忘記也可以啦也是文圖。第7漱口就是同在同就是漱口同在。第8孤僻，關於講孤僻，客家話就講孤陋口道，關於口道，客家話就講怪念咩第10面具，我哋就通常所講鬼面學面具就鬼面學。第11江湖就講港，我哋
有叠的字叠啊别行诶，一个就讲讲有讲叠安尼吼。一个第12条件，就条件客家安尼客家话讲啊，伊个局长吼，局长用个写玉石片做个个上长个长，局长我都另外这个写诗。第13，手印客家话用个咯，县公不像就是讲县公吼，县公。个错石头做个宪法要从石头做一个宪法要宪啦，哈，一个就讲咯宪公，一个拿捏牛捏也有用的咯，就是说感觉不干脆的意思，扭捏牛捏，哈，客家话都讲啊感觉不干脆，哈，一个感觉客家关于个尴尬。同客家话嘅尴尬冇相同，客家关于尴尬就是讲不好意思的意思。按一个客家话应该讲，按客家话呢就讲啊，讲对有唔对有是吧对，一个就那感觉啦，哦感觉讲对有唔对哦，有得感觉，关于尴尬同客家话嘅感觉强杂是。冇强音，但是意思也冇相同安尼哈。第15，拿捏就是拿多拿少啊，哈，拿多拿少，你要拿捏哈，同那个斟酌呢，就是讲啊，斟酌啊好些了哟，唔是个多也系少，多用哪迄个？少嘅时就用捏迄个拿捏好些就是拿捏。第16，焖肉就讲个烚烧啊，系焖肉就讲烚烧。上面客家话讲蛋糕哈。第18，那里就讲假只嘅，冇就讲假梨。第19，那个。鸡嘅味咧，啊，滋味就讲鸡钳啊，那个20罗阿钳，客家话，嘅什么嘅喏？树枝，那个松树枝啊，结成都看条按太啲咪种鸡钳用嘅哈，啊，这个罗阿钳，其中俺哋切头嘅，俺哋嘅切头嘅圆嘅，就讲罗阿钳也讲罗阿钳。第21，母子客家话呢，鸡嘛，好，也土方所写嘅呢，就做鸡公得到房间12上寿嘅第13寿啊，鸡人嘅壮观嘅上寿，鸡嘛抵得嚟以後啊，係相當歡喜，各用好多話。同客話嚟講，好多話講，雞母對雞講，安尼哪會輕鬆嚇？雞嘛聽雞講，安尼哪會輕鬆？安尼，一個意思就是講啊，大家一個公婆之間啊，做家人可以以老公為貴啊，一個大家失敗為體會一下呢嚇，內外合作一個。以夫為貴，莫見下水老公安尼哈。好，第3，一個華語同國語互相翻譯的，一個第3部分。國語講啊，哭泣，個客話就講咯，叫字，字嘅字用嘅寫，就多木，一個木字加上幾多嘅多啊。叫字啊，吹牛，客家話就講盤雞蓋，按北方用就講棚雞蓋，盤雞蓋相同嚇。第3，門檻，咁咧客家話講扶鉗嚇，門檻就講扶鉗。一個第4，關於蟑螂，客家話就講咯黃漆。吃壓擦 CAD 啊哈，吃壓擦黃擦啊，聽下次
就是汉语版。一個語呢有兩種寫法，一個耳朵的耳，一個一耳三字的耳啊，漢語版寫詞。舌掌就是舌掌，技師啊，客家話講啊，個茶師，冇就講技師啊，茶個記賬個廠啊，那個簽字冇付錢，記啊的普師行啊，所以講技師，技師一個師呢。係按那個數目字嘅數，技術，茶師嘅師，就是算術嘅算術，提起幸好講客家話講啊，好得，安尼哈。第八碰到客家話呢就講拄到，一個拄到。當然，有時就要看上下文來做一個翻譯啦，也就是你的詞句的翻譯，有時冇相同啊哈。碰到就是拄到，其實拄好，國語就是講剛好啊，拄好就剛好。其實浪費，國語講浪費，客家話就講大喪，喪事的喪大喪。10月，國語每一次就是打敗啊，冇就講戰敗啊。第12，翅膀，國語翅膀，客家話就講一甲啊，翻譯的音相同，一甲。第13，這個屁股，國語講屁股，客家話講屎忽啊哈。第14，吝嗇，國語客家話呢就壓擦啊。第15，引誘，國語引誘客家話就講親上人。這個16，發瘋啊，這就包括啊，不點得一言點不點，努力。國語努力，客家話就講實忙，努力也可以哈，強下用也可以。生產啊，一個生產，一個客家話就講啊，供生意呢，對於生育方面來講，所以供啦，一個家村就講啊出家而出。神仙能用光哦，各位鄉親大家了解下，亦用光啊，一個讀供啊，冇嘛圖哦。供生意呢，用提供嘅供，一個用下降嘅降，神仙佛祖等等方面啦，都講用光，光師講下啦。第19，怎麼就是按呢？呢個就是呢，就是一個連音字。按呢怎麼樣就講啊，樣呢這樣就是樣呢是怎麼樣啊？怎麼樣就是按那個時間就講按呢沒啊，但是不用就講按呢，一個學歷強同實驗強，查量強所以用體系上但是實驗法應該是體育上。第20，逛街，客家話就是講出街嘅，21，出發，佢粗的話，佢講啊，佢很粗糙的話，就是撂笑話。以上呢，就是今日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，相當嘅注意，一個翻譯好羅客。佢嘅翻譯啊，非常嘅重要。佢這個提供一個佢了解、佢會寫嘅一個有益客家欣賞啊。不同河洛話上台主持嘅介紹信仰嘅介紹話，佢這個愛用文學嘅談，但是咱這個去想看啦，一個學問真多，認識很深啊，都才年啦，因為是碩士嘅社會信仰是碩士，所以學問
伊读对那样去咯，学都学习就学，文呢同门啊，伊门好罗话门，伊就是个学门安尼话啦，学按个就是讲啊，还是同方言不同啊，会造成了许多说话同老开的所差，尤其过去俺哋客家嘅乡亲，佢當然唔係嚟講國語，也係講河洛，所以在發平衡上述嘅時節，時常會發生冤枉嘅事情出現了，所以大家對呢方面呢要個注意，同時發現呢，同意嘅欣賞呢，也要多嘅。做那个了解客家话嘅意義係在呢只嘅，同時同樣嚟對灣國語發平衡太不用國語嚇，所以一個翻譯咧詩句嘅詩語言同文語我嚟相當嘅了解安尼嚇，大下嘅呢，就一個圖就是講啊。我非常希望能夠做到一個美容結不了嘅最暗含啊！嘅我所寫嘅呢，就係整理暗含老輩嘅門後嘅所在，唔係屬於一個故事嘅範圍，讓我可能隨地飛唔來整理過清楚嘅，來本大家嚟做個經典嘅出看法咯。何況一個所在暗含是在。50年，民國50年以前啊，就係後生嘅來嘅這個柳暗含秋水高水嘅地方，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咧，這個語言我嚟互通，好，今日就講到嘅這個，希望大家感謝多多來讀客家嘅河洛話等等咧，我嚟通安尼嚇。也係提供嘅歌呢，有兩個，一個國語歌，一個客家歌，對嚟互相嘅比較。歌嘅方面嘅語言，從我哋通常講話嘅語言嚟做個比較安尼。好嘅，希望大家感情有限，繼續嚟研究，謝謝。希望按自細有中意請分享。還愛拜託大家，可以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